如果有一日撻着你架車嘅時候呢，發現架車突然之間聲線洪亮、鏗鏘有力，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呢，就係愛你嘅人偷偷地漏夜幫你將架車升級咗，亦都有可能呢係你架車嘅死氣喉呢穿咗個大咕窿。可能呢真係一個窿，又或者呢係連接嘅部分出現咗問題。今次嘅主角呢，當然係我嘅代步車啦。其實呢已經整咗好多次㗎啦，條死氣喉。由於一路都係欠缺足夠嘅資源咧投放落去，所以咧不嬲都係咧邊度壞就整邊度。今次嘅問題咧就係咧上次嗰個死氣喉咧因為生鏽咧所以斷開咗，咁咧就用咗一個咧錯直徑嘅連接器連接。而家咧嗰個臨時嘅支撐咧就已經咧係分解咗啦，所以咧今次咧就要改用一個比較啱直徑嘅直通連接器連接佢。直通連接器咧今次咧用咗50同埋45直徑嘅。咁咧其實咧45直徑嗰邊咧都係好似有少少太闊，不過咧只能夠買到呢個 size， 所以咧姑且咧就試下連接咗佢先，話唔定可以俾我博大霧搞得掂噶嘛。你可以見到啊，成個連接器咧已經固定唔到喺死氣喉上邊，前段嘅死氣喉咧同個連接器咧已經完全冇晒關係噶啦。咁啊開始咧將個舊嘅連接器拆開先。今次咧就其實應該一支電波就搞掂噶啦，咁咧就攞粒螺絲啦，咁啊攞啲試下15啦，咁啊攞15波頭4分嘅，咁咧就可以處理好呢一邊噶啦。咁嗰邊咧用啲咩咧？我估計咧嗰個頭咧，我估計嗰個頭咧就13啊，咁我哋攞多個13。咁啊搞掂啦，跟住咧就攞出去啦，升起架車。升起架車就喺對角嘅轆嗰度攝一攝佢啦。最好係有個轆頂嘅，不過依家冇啊，咁啊揾嚿木攝住啦。根本咧就升唔到啊！呢度已經爛晒啦。咁啊，反正呢個位都落到手啊，不如咧直接衝入去啦。咁啊，嗰粒螺絲唔係13喎，嗰粒螺絲似係15或者17喎。輕輕鬆鬆咧就已經將個舊嘅配件褪咗出嚟。舊嗰個咧係50同埋50嘅直通，所以咧一定係唔啱噶啦。當時咧我已經咧就揾咗啲銅線咧翹落去，希望咧透過啲金屬嘅摩擦力咧可以頂住先。但係好明顯啊，我嘅諗法咧已經完全失去咗作用。呢個死氣喉咧已經甩晒出嚟，導致之後嘅引擎聲變得好大聲。然之後咧就將佢新嘅連接器咧就駁翻上去啦。兩邊呢嘅喉箍咧箍好之後咧，就可以用呢一個4分嘅波頭將佢上煞固定好。之後咧就發現啊，新嗰個連接器咧根本就冇辦法咧連接死氣喉。前段嘅死氣喉咧仍然可以自由自在咁喺裏邊喐嚟喐去，咁唔使審啦，一定咧仲會有漏氣同埋仍然好大聲嘅問題。咁我哋咧就將新裝上去嘅連接器拆翻出嚟，睇下有咩方法可以改善。改造內容咧就係再收細啲呢個口啦，切多幾刀啦，等佢可以咧掙細啲啦。然之後咧就用呢個割磨機去處理呢個事務啦。跟住咧再切多少少啲唔要嘅金屬啦，就加入去呢一個套裏邊。咁啊希望咧嗰個位置可以再收窄啲。而家咧就開波啦。使用割磨機嘅時候咧，就應該要用面罩同埋咧避免使用手套㗎。咁呢個影片咧，絕對係一個唔好嘅示範啊！今次咧就將呢一個連接器咧個中間嗰個套嘅位置咧，就切多幾個開口，咁令到咧佢可以縮得更細之餘咧，亦都咧加多一片大概係1mm厚嘅鐵片喺呢個固定碼上面，咁就可以令到固定碼咧可以收得更加細。咁樣3浸鐵嘅效果咧，相信咧就可以將前邊比較幼嘅部分咧固定好啦。跟住原來膊頭唔夠長啊，所以我哋咧就要多呢一個15mm加長嘅4分膊頭，跟住咧就可以嘗試下將呢個嘢裝好佢啦。
我哋咧又繼續用個電波將個螺絲固定好，然之後咧就發現啊，死氣喉咧終於連接好啦。而且咧係十分之穩陣，但係咧着車嘅時候咧仍然有漏氣嘅問題，死氣喉咧仍然偏大聲，咁啊代表咧死氣喉中間咧仍然有少少微細嘅罅隙，咁所以咧就要用一個專用嘅泥膠或者咧一啲密封劑咧去封住嗰個窿佢。咁我哋咧如是者又拆又裝之後咧就可以着車睇下有冇問題啦。就係咁，今次咧終於又成功咁樣臨時維修好呢條死氣喉，希望下次再跟進呢條死氣喉嘅時候咧，係終於可以儲到錢，或者咧有金主資助我買一條不鏽鋼喉，咁就可以咧完全根治呢一個問題。影片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如果有咩想講嘅話咧，亦都可以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我哋下次再見，拜拜。